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国之治》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海军一台反舰直升机今下晡3点多，伫高雄进行训练，率向下落来，有4名的官兵已经送到国军病院抢救。国内今日增加52213个本土病例，死亡个案内面呢，有一个4岁查甫囡仔因为脑炎恶化，发病4天就来过身。民进党宣布新竹桃园家人的市长参选人由林志坚去选桃园市长，国民党将可能派关志恩或者是杨志良去选高雄市长。海军一台 S704反舰直升机，今仔日下晡3点多的时阵，伫高雄左营反舰飞行大队的这个基地进行试验。这个试飞期间，唔知是为着什么可能原因，率向摔落去停机坪，而且规台训练机就捣毁，现场是庆出高乌烟。训练机顶头，根据了解，有中校上尉甲士官长等4个人，目前已经送到国军病院抢救。针对着国军再发生事故，总统府表达关心，强调这个机工长刘尚军上假是真严重，已经指示国军病院尽全力抢救，而且也要求国防部要调查事故原因。海军司令部表示，已经要求日行的直升机需暂停进步停后检查，也让事故原因这个部分目前有专案小组正在进行调查。接下来，咱来关心到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52213个本土病例，中重症患者281例，也有一个死亡个案171例。这个死亡个案内面呢，有一个4岁查甫囡仔，因为脑炎恶化，发病4天了后就来过往。目前咱国内囡仔重症的案例已经有19例了。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讲，除了抗原快筛阳性，若准是核酸 PCR 检测的产品出现快筛阳性，只要是经过医生认定，就会当当作是确诊。新冠本土疫情也是维持伫5字头。礼拜三新增加52213例本土病例，确诊数比前一天降低7.3%。大部分县市的新增加确诊人数已经降低。指挥中心预估23开始，全台湾确诊数会降到5万以下。若中重症新增加281例，死亡有171例。过去可能都礼拜三是最高，那今天礼拜三有降的，比礼拜二稍微低了一点哦。那应该是明天之后哦，这个有可能会降到5万以下。互人遗憾的是，新增加一个密斯氏儿童重症，也加一个儿童死亡个案。密斯氏病例是一个9岁查甫囡仔，5月底确诊治疗好了后，6月中佫出现发烧、加嗽、结膜炎的症头，去病院急诊检查，怀疑是密斯氏病例。后加再经过治疗了后，已经转出到护病房。那死亡的个案是4岁查某囡仔，无慢性病史。6月中因为发烧、慢咩去病院急诊，诊断是脑炎，不过因为病况恶化，破病4天，也是救无回来。这一个本土疫情以来第19例的这个儿童重症死亡的个案后，那这个是脑炎的第6例的儿童的脑炎死亡个案。另外，因应本土疫情，并保全公卫防疫加医疗采检量能，指挥中心宣布，即马开始除了家用抗原快筛阳性以外，家用核酸 PCR 检测产品快筛阳性，只要经过医师确认，就当当作确诊。核酸检测阳性的这个敏感度啊，当然敏感度跟这个特异性都有可能比这个抗原快筛要高一点。那所以我们这边就补了这项的一个定义。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国内疫情整体拢有降低，不过受到新变异株影响。参考其他国家经验，预估7月到8月也有一波疫情会来，呼吁民众赶紧注第3剂疫苗来降低重症甲死亡率。若是高投资疫情，新加坡甲南韩拢出现亲像的病例。指挥中心表示，顶礼拜原来有通报一个好亲像病例，不过已经排除，一定拜4甲拜5会将高投资列做法定传染病，当伫签协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伫今仔日要开47个疫苗注射站，要替65岁以上的民众来注射第4档疫苗，所以因为人伤过济，有的人等2点多钟，引起民众埋怨。新北市是开始甲这5岁到11岁囡仔要注 BNT 疫苗第2档，真侪家长是袂放心，陪囡仔去到学校注疫苗。好啦，卫生错没有做回来，不是这个时间就送进来。天气热热热，排队的人真多，所在阁会挤挤。有民众排甲无欢喜，直接去甲接待人员反映。台中市为2日开始2天，开设47个莫德纳疫苗的注射站，
要甲65岁以上的集会人，甲55岁以上的原住民注第4档疫苗，各地拢出现袂少的人阵，注射的进度真慢，真侪民众是等甲真不满。我本来预定是我的时间可能20-30分钟就可以回家，那现在可能弄到1-2个小时，可能还回不了家，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排列的队伍排甲落长，有的等甲细注射站一连，有的是排甲附近的公园内底去，而且后壁佫毋知影排偌济人。伫个35度烧山炎火的天气，真侪时代伫遐曝日，曝超过2点钟久。有品讲，若去会送500块的礼券，数量嘛无够。当地里长就批评讲，即个注射的服务规个是乱糟糟。因一逝路为阮19甲走到土城去，啊，搁伫遐等要到2点钟呢，2个小时呢。正常人少年人伫遐等2点钟就用要讲啊，不要说65岁的这些长者。没有想到今天大排长龙，非常的踊跃，超出预期。台中市长罗秀燕承认讲，注射的人数超过原本按算的，对民众是感觉真失礼。已经有增加卡手，还佫有加打一寡病仔，礼券接刷嘛会补送去互民众。也若甲台中来比，新北市22嘛开始注5岁至11岁，辉瑞 BNT 儿童疫苗的第2档，现场的气氛都加真好。打还是安心一点啦，因为外面疫情这么严重，我们总是在会外面走来走去的。施打莫德纳疫苗的有46位小朋友，那我们施打 BNT 疫苗的有488位小朋友，那总共合计有534位小朋友，施打率是53.24%。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目前已经有78万的囡仔注过头1档的辉瑞 BNT 疫苗，为即马开始，只要有人4礼拜，就会当注第2档。希望在7月份休抓进前，会当增加学生囡仔的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带观众朋友来关心这2岁囡仔恩恩的案件。新北市长侯友宜伫早起表示，会担起全部责任，也会配合司法来侦办。不过，恩恩的老爸也强调，新北市防疫 SOP 确实卫生局爱同意才会当派救护车，致使恩恩延误就医，要求这消防局长甲卫生局长就要落台负责任。侯友宜表示，讲这个案件已经进入到司法调查阶段，等候调查完成，该负责任的一个拢想袂起。不管如何，身为新北市的市长，我都会负起责任。新北市长侯友宜22亲像火线，将责任拢担起来，想要平息恩恩案的争议。新北市政府互人批评态度无主动，侯友宜表示，家己捌失去过，感受真深，所以保护好性命一直是伊重要的任务。不过，对关键81分的录音公开，侯友宜表示遗憾。那中央也在公开的开会场所说，新北市并没有延误就医，录音档的外泄造成家属以及相关同仁的困扰，我深感愧疚。侯友宜对市政府当然讲，相信大家拢尽力啊。不过新北市政府坚持迄个时阵遵照中央指引，指挥中心指出，以救收案会当派车，同时会当联络卫生局。恩恩的爸爸是声明，都是因为新北防疫标准流程，确真正爱卫生局同意才派救护车，致使延误就医。所以点名消防局长、卫生局长爱落台负责。最该下台是卫生局的陈局长。因为你卫生局掌握这么大的派车权力，你却没有紧急的作为，或设计这套 SOP 的人是谁？是局长您吗？还是还有人比你专业？我不相信。你定了这个 SOP， 结果你底下的人是这样处置，你不需要下台负责吗？目前本案已经进入司法调查单位，只要司法调查完成，该负的相关责任，包括我自己在内，没有例外。谢谢大家的关心，我们努力的做事。恩恩的爸爸是讲，规个事件凸显新北市防疫派遣中心闹空城，卫生局无24点钟有人值班，要求市政府莫阁无针对重点，启动行政调查，结合内部的报告，将事实公开。对这代志，侯友宜是回应相关报告拢交予司法单位调查，由第三方单位查核清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仔日全台湾拢是热翕翕，中南部今仔日出现感冒式的天气，气象局也呼吁民众千万唔通去外口拍拍走，这伤过热是会着衰。另外，今仔日用电量也创下新高，超过去年7月底的3884.4万瓦。这台电的网站会显示讲，这送电量有影是真悬。另外，为着要增加这电量，经济部能源局也要修正部分条文，未来是新起或者是改建的建筑物超过一个规模价咧，就要设置太阳能发电。
这2天花莲拢伫11点左右，温度开始加悬。当地气象站伫伫富原地区测到上悬温37°C。气象局嘛针对悬温发出警示，花莲中南部等等的所在，全部拢是柑仔色的灯号，有连续36度悬温的可能。提醒民众爱减少户外活动，因为天气热，嘛，互全台湾用电量创下新高。在下午的2点19分的时候，达到3926.6万千瓦，刷新历年6月份的记录，这个用电量也创了历史的新高。台电表示，2日用电量上大的负载量有到3900多万千瓦，创下侪年来6月份的用电量。下晡4点半左右，用电量嘛也有3763万6千千瓦。台电官方网站显示，迄天供电的情形是强要紧绷，研判甲悬温有真大的牵连。不过悬温嘛成做另外一个供电的来源。经济部能源局按算修正部分的条文，规范新起或者是改建的建筑物，都要设置一定数量太阳能光电设备。隔绝热能的一个效果，那还有防水，会有一个教育的机能。啊，我们这个太阳能怎么样转换成我们的电能，再卖出去。新上国校的楼顶尾有租予厂商设置太阳能光电设备，高达已经4年啊。学校讲相关楼层的教室已经无遐尔热，漏水的问题嘛，互囡仔学习无共能源转换的观念。嘛有太阳能的业者建议讲，中央要全面推动进程，嘛要考虑原物料起价的问题。有可能你公告完之后，它整个原物料又大涨，你建制的成本就会可能多个3-4成都有可能。本来是10年可以回收，可能现在要15年或17年。工会表示，设置的成本增加，不过买电的费率无起，安尼减少厂商投入的意愿，等于是有政策无厂商来参与。另外，要设置太阳能光电设备的范围有偌大，所在敢有适合来安，嘛建议爱透过第三方公证单位来评估，避免出现争议。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满洲甲牡丹乡附近的九片基地，即几天啊进行雷霆操演。不过，这火炮的声音，民众是已经无法度吞入啦，而且是9年以来拢伫这个所在演练。民众今仔日去到迄个所在，要阻止国军出击，表示抗议。国军表示讲，因拢有做这噪音的监控，也希望这村民着爱体谅国军，需要透过训练来提升战力。双方沟通了后，落尾村民是伫咧中道离开。2日透早，高村甲高速部路的居民提白布条啊，伫军事操演出入口的海沙堡咧抗议。国军屏东九片基地20到22日进行军事操演，20发生雷霆2000火箭弹，因为无脱离架啊，致使车辆导火，互居民是惊一条。连续2天半射击的炮声，嘛互民众是感觉真困扰。太大声啊！就是恁生活会甲恁搅了着。啊，即摆有甲军方协调无？有啊，可以协调的啦。重点就是叫伊保护安尼啊。飞弹为空中飞过，画面是真壮观。不过对住伫附近的民众来讲，射击的炮声都是噪音尔，嘛影响因的生活。另外，伫演训地点后壁的高速部路，即届无提早收到通知，加上每一届若演训，都拢爱做海顶的管制，致使这居民无法度出海掠鱼啊。年久过深，整整的无利便。所在地人对国军的不满是愈积愈多，所以要求因爱清刷演训的地点。为了了解演习对地方的影响，我们会同了地方的村长与第三方公正的民间单位选定装设噪音监控的地点，希望能降低与改善因为演习的影响。军方派人去抗击的现场，甲居民做协商，而且讲国军保家卫国，需要做军事演习来增强战力，希望这些村民会当互因支持。双方经过协调了后，居民伫挖斗的时阵，总算同意撤离，结束这场抗议。记者综合报道。屏东东港这乌昂层观光柜已经要收尾了，不过伫咧昨昏出现今年上届大尾的乌昂层入港路有372公斤。另外讲到咱台湾石斑受到中国禁止进口影响，农委会除了要摒这来外销以外呢，要和本土企业联手超市做伙推广，已经人来认了500吨去啊。工作人员无用落雨会，每年4月至6月是乌昂层上水的时阵，也是屏东东港掠乌昂层的季节。虽然已经是较尾站啊，不过2日也是有入尾372公斤的乌昂层入港，放伫涂骹明显比其他乌昂层大一号，是今年目前上大尾。去年跟今年
几乎总尾数都有破4000哈，但是通常它的鱼并不是太重，大概300公斤以上，我们就已经算是蛮大型的了。那如果说更早期来说，其实400公斤、500公斤以上的都有。东港这2年乌昂船抓到的量有较济，原本渔获量应该会较少的6月，逐港也是有100外尾入港，量大，互乌昂船的计销调降到每斤300块，未少民众趁这阵较俗紧来食。即马计销俗啊，无贵啦。大象是讲，即马食乌昂船真的好，除了乌昂船量大，受到中国禁运影响，台湾也有3600档石斑单要销出去，农委会按算用4亿推广内外销加延长饲养，另外全年嘛伸出援手买500档。这个一直以来，农民如果有事的话，那就是前面的事。目前无爱欠名的科技业者甲专联已经包1000档石斑，3600档将近3成有销路，佮搭配其他的促销沿用做法，农委会对稳定计销较乐观。在去行政长苏贞昌甲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也特别出席促销记者会，当面感谢本土企业收听。记者综合报道。德州参议院拜二针对顶个月校园枪杀案举办调查听证会，公共安全部主任批评这警方是无路用，或者老师学生是单点外钟才来得救。上解憾的是，这教室的门根本就无锁，现场负责指挥的警察局长说伫咧等人举锁时要来开门。目前已经有受害者的家属和这个参议员，拢要求这个警察局长就要实质落台。学生大家用偏爱共款走出教室，警方是伫外口接应。德州伍华德学校的枪击案发生将近1个月了後，一直出現檢討的聲音。德州參議院拜二舉辦調查聽證會，公共安全部主任麥克勞指控警方嚴重來失職。3 minutes after the subject entered the West Building, there was a sufficient number of armed officers wearing body armor to isolate, distract, and neutralize the subject. The only thing stopping a hallway of dedicated officers from entering room 111 and 112 was the on-scene commander, who decided to place the lives of officers before the lives of children. 麦克劳讲，当时已經有19名警察伫教室嘅走廊外口待命，也毋過教室內底師生足足等1點鐘14分個8秒，甚至連真濟家長都已經趕到現場，卻是無看警察有任何積極動作。Faster, they were there without proper equipment. I saw their 15, 20 minutes later, they came with their shields. Like, that should have been in their cars, going in, not waiting 30, 45 minutes to get in. 最後是有美國邊境巡邏隊成員入去教室，甲兇手拍死。英國救援事件嘅現場指揮官有真大責任。The on-scene commander waited for a radio and rifles. Then he waited for shields. Then he waited for SWAT. Lastly, he waited for a key that was never needed. 外界原本以為案發嘅教室門互歹徒鎖起來，也毋過聽證會甲老師嘅發現，迄就是教室門根本無鎖。擔任指揮官嘅伍華德學區警察局長阿雷東多，即陣是正人攏佇指責，包含受害學生嘅家長甲德州嘅議員攏要求伊愛落台。阿雷東多是向媒體表示，一旦40分鐘才下令行動，受到避免爆發槍戰。這場重大嘅槍擊案奪走19名學生甲2個老師嘅性命，除了暴露警方嚴重嘅失能，也互槍擊管制問題擱再受到議論。公視新聞張惠斌編譯。全世界上好嘅的馬斯克，以後生動手術變做是查某了後，向法官請求要解對老母姓，目的就是要和馬斯克斷絕關係。另外一方面，馬斯克去和特斯拉嘅前員工指控講，以這個特斯拉呢，甲因違法時透露。馬斯克進前表示，特斯拉會裁員10%，毋過是前一禮拜才甲因通知，說引起員工反彈。全球上好嘢嘅人馬斯克，伊嘅家庭狀況受到大家關注。根據路透社嘅報道指出，馬斯克因後生夏維爾亞歷山大馬斯克打接滿18歲，做換性別嘅手術變做查某人了後，4月份向加州洛杉磯高等法院申請改名，嘛申請新嘅出世嘅證明。除了要求把性別為查甫改做查某，嘛決定要改做對因老母嘅姓，而且把伊嘅名改做維維安·珍娜·威爾遜。原因是伊無要甲因老爸帶做伙，嘛無想要甲因老爸有任何嘅關係。維維安是馬斯克甲伊第一任嘅牽手賈斯汀·威爾遜生嘅囡仔，因2個人已經在2008年離婚。因為馬斯克支持共和黨限制下性別權利相關嘅立法，嘛要去用指控歧視下性別嘅人士。
维安敢是因为安尼甲因老爸见面，引起外界关注。甲马斯克有关系话题，毋只这一件。特斯拉逼临抢今年3月才车营开幕尔。第一条说风声讲，为了因应经济衰退，马斯克决定伫3个月内，甲特斯拉10%的员工裁员。结果有2个累花达抢的员工，因为去用洗头路，抓去法院甲告，因指控特斯拉涉嫌违反美国劳动法内底大规模裁员，而且头家爱提早60天通知的规定，因为因拢是伫红洗头路进前1礼拜才接到通知。尾仔马斯克有回回讲，特斯拉裁员敢若影响员工总数的3.5%，不过伫1年后，在业甲算点钟的员工人数拢会增加。公司新闻陈慧敏编译。伫咧台湾时间22透早5点左右，阿富汗丹南方的帕克蒂卡省内传出规模6.1的大地震。根据当地媒体报道，上无有920个人死亡，600多人受伤，而且这数字恐惊会搁再增加。直升机扑啦扑啦带来气流，互降落所在四周围民众甲救援人员身体无都徛直，大家拢赶紧闪一下。直升机停好了后，四周围的人赶紧甲受伤民众送入机舱内底，准备后送到较大城市的病院来接受治疗。根据外电引用美国地震研究中心这单位的讲法，这地震达到规模6.1，震源的深度是51公里左右，介伫中层的地震到浅层的地震中间。也过因为阿富汗当年真善车，亦过经过真久的战乱，政府甲民间根本无能力来改善建筑安全。这个规模较大的地震，就真的造成厝拢倒去，民众大量死伤的灾情。路透社这媒体报道，动用所在划过阿富汗甲巴基斯坦边界，所以讲除了阿富汗，动用四周围500公里，包含印度甲巴基斯坦两国在内地区，拢会使感受到地震震摇。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讲法，位在欧亚地震带顶面的阿富汗至少有4个大的断层带经过，所以讲地震对阿富汗来讲是直直发生的代志。联合国的人道救援专职机构统计显示，过去10年来，当地因为地震死亡的人超过7000人。另外有记录以来地震，以1998年的2个大地震上界惨重，敢若是罹难的人数合计就超过6300人。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译。来看中国的华南地区最近大雨落袂离，致使最严重的水灾。江西桂林上无有上千个民众住伫遐无度离开，伫广东的韶关也田园处提起互大水淹去，连福建也当咧做大水。为空翕镜头看去，真落的黄水已经互人分袂清河还是路，一寡厝甲树仔敢若看到尾。这是江西桂林局部地区，为19到24点钟，落雨量竟然400毫米，造成上千的村民走袂赴。搜救人员紧急出动竹排一家一户救援。400毫米是个什么概念？我们知道，400毫米可能在北方有些省区，它1年的降雨量才能达到400毫米。广东韶关为顶个月2日累积雨量742毫米，创下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新高。受到连续落大雨影响，广东珠江流域河流的水位全面涨悬。第19韶关市区出现积水，大片农田差不多互大水淹去。经过这区的经光列车也被迫停开。另外，伫英德市积水到脚头乌。消防人员用光的、用爱的撩水，甲居民救出来。伫福建县上溪县，今仔18即天累积雨量都超过226毫米，是当地历史上上界大的大水雨。全县有一半的土地拢浸入水内。伫福建南面地区有轿车掉伫淹水车岭县下路的。气象专家是讲，夏季季风偏弱，使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慢慢向北散，国家北方顶空气落南，致使雨大长期停伫南方。中国国家气象中心是讲，华南地区的福建、广东、江西3省为5月初到6月中累计降雨量有621毫米，是1961年以来历史的同期新高。雨量为2日开始才明显减弱。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今日通过陈调现任新竹市长林志坚参选后一任的这个桃园市长选举，按算7月的时节来拼选战，不过却引起民进党前立委郑宝清的不满。另外，民进党今日也提名蔡适应来选嘉南市长，沈惠虹来选新竹市长。蔡适应，加油！林志坚，加油！林志坚。民进党中执会通过定调蔡适应、林志坚甲沈惠虹分别参选下届嘉南、桃园甲新竹市长选举。
过去这3个城市都曾经是民进党的艰困选区，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天所提名的3位候选人可以接棒，让我们的成绩单一棒比一棒更好。这阵民进党在地方执政的只有7个县市，这3个执政的县市对总统任期剩无到2年的蔡英文来讲，拢无用大的压力。其中新北市长林智坚会在7月请时中华跑道参选桃园市长，一度引发议论。桃园不能走回头路，5星级的市政要延续，尤其桃园是我太太的家乡，获得党征召参选桃园市长，让我可以有机会为太太的家乡桃园乡亲来服务。林智坚因为确诊，经由时辰来参与记者会，伊讲真紧的启动请益之路，其中包含要争取党内提名的前立委陈宝清，现任市长陈文灿也出席记者会，为林智坚来讲话。他在桃园市民的支持度是超过了我们的竞争对手张善政先生，大概从历次的民调看起来，那差距还有拉大的趋势。这是我热爱的党，我不会离开民进党，我们会继续为台湾的民族、桃园的未来继续努力。不过，陈宝清对着是不是甲林智坚见面，也是副选，拢无愿意加讲，无回应。另外，由于参选台北市长的林佳龙，进前认为民进党应该考虑在7月17全代会进前完成提名。民进党秘书长林锡尧回应讲，包含金门、马祖在内，即阵民进党要10个县市也未提名，不一定每一个县市拢会提名，也无设定在全代会进前拢会提名。民进党会加紧脚步进行定顺协调的相关的作业。记者综合报道。咱若讲到国民党要派什么人来选择新北市长呢？党主席朱立伦今仔日伫中常会正式提名新北市议员林敬仁来选。本地也正想要选的这立委郑正乾也来到现场相听。若高雄市长党中央将有可能是互智库执行长关志恩或者是前卫生署长杨志良来选，目前还佫伫咧沟通。揪着新北市资深议员林敬仁的手，大发动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中常会宣布提名林敬仁代表国民党参选新北市长。徛伫林敬仁身躯边的是原本也有意参选的立委郑正乾，两人共同展现团结的气势。经过了这段时间的努力，我们党内做了多次的民调，他可以稳健领先民进党跟其他的候选人，所以我们特别决心在今天要提名林耕仁同志。林耕仁呐，一定会全力以赴为市民来服务，也一定要让新竹市重回蓝天。中央把球丢给林耕仁议员的时候，我相信他也一定会把它接得很好。林敬仁的对象代表民进党参选的新北市副市长沈惠虹，朱立伦期望以脚踏实地整合地方，拍赢年底选战。另外，高雄市长提名，根据党中央民调结果，第一份民调的前3名是智库执行长关志恩、高雄市议员陈丽娜、立委陈玉珍；第2份民调6日前高雄市副市长李四川、前卫生署长杨志良，前3名是李四川、关志恩、杨志良。这阵党中央是锁定关志恩也是杨志良。希望下个礼拜可以出炉，因为现在民调的结果已经出来了。那高雄当地也有蛮多议员也清楚的表态，就是他们支持的这个候选人。所以之前外界有人在传说是假民调，这个都不是事实哦。国民党苗栗县长人选也未决定，苗栗县议长张东锦伫早起北上拜会朱立伦，听讲朱立伦在会中议员甲伊立委齐志英来参选。张东锦是表明，若苹果有胜算，不排除脱党来参选。另外，前农田水利署苗栗管理处长谢福宏是保持原有的步调来备战。记者综合报道。做要到5年的警政署长陈家钦向申请要提查退休，内政部也证实讲已经有收到申请啊。正常就风声讲，这陈家钦和内政部长徐国勇因2个人是背合。陈家钦表示讲，提查退休只是警察的世代伫咧交替，也有经验的传承。未来这署长人选将有可能是高雄市警察局长黄明昭来接。
一礼拜前，才拄啊出席警察节庆祝大会，即马警政署长陈家钦申请提早退休，互大家真意外。原本明年7月才届龄退休，这个时阵请示外界制约，甲警界人事布局无顺利，以及政治介入有关系。这个退休也有一定的程序，没有突然的，也没有来问我，而自己在那里揣测编撰，我觉得很恶心。陈家钦回应，因为警察一代传后一代，经验传承，考虑到离年底大选伫要到啊，要互府院提早布局，毋才有退休的想法。强调毋是人事斗争，也是政治介入。内政部原来有证实，已经有收到申请啊。对于部长齐国勇是毋是迄天伊就批准，无正面的回答。他就是申请退休啊，依规定在处理中。任何人事有变动，就会向外界做报告。对于陈家钦提早申请退休，会同意还是慰留？行政院长苏贞昌简单的回应，互人有其他的想法。自从陈家钦上任了后，就大概传出，甲直属长官内政部长齐国勇伫人事的意见无共。109年，齐国勇捌以人事令牵涉到伪造文书的理由，甲陈家钦函送台北地检署调查，成为内政史上头一个互人送办的警政署长，互政界甲警界拢真意外。这个陈家钦要退休，又想接任，即马大家知道应该是苏系人马高雄市警局局长黄明昭。我没有接到这个通告知了哈，那职务的安排是由长官来决定的哈。公务人员就是服从长官的安排。为2017年接任警政署长的陈家钦，到即马任职4年9个月，这个任期敢若输前署长王道军6年9个月。选伫年底大选前5个月申请退休，时间点真敏感，高层安怎选择也影响警界未来布局。记者综合报道。检方调查有大万业者含新北、桃园、新竹一寡所在警察斗空，这警察阁替本地防吊扣车牌车开一张吊销的红单，这罚款纳6000了后，随时会当去清新的车牌。检方伫昨暗有约谈79个人，落尾也有甲警察含大办业者声压。伫今仔日暗头仔时阵，有几多名警员已经去互裁定收押了。头个一直用手查面咧闪镜头，是煞都行入去地检署复讯。防约谈的还阁有因规个过程拢无讲话，前后拢总有79个人互带去问。新北地检署伫个20月指挥几百个调查官发动搜查，因为警界爆发出集体贪污的案件。涉案的员警有9个人，大部分拢是新北市树林分局。伫个现任，还阁有前任三都派出所的同仁，不二个。毋那新北的警察，桃园市还阁有新竹县警局，嘛有员警涉案。上尾啊，干那警察都有7个人去互声押禁见。那侦办这个员警配合代办业者违法开立不实吊销的罚单。代办业者勾结代检厂以及监理站不实验车，涉嫌收贿、图利、伪造文书等案，于昨天持搜索票搜索。原来是为着要让吊牌车会当定薪来使用，检调追查发现讲，有代办业者亲像和警方斗空啊，软法律旁，爱民众甲这个吊牌车开去指定的路段，才够互特定的警察来甲拦查，配合这个开单了后吊扣变做吊销，干那爱纳罚金，甲过去监理站安尼个会当定薪领牌。廖姓等14名被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的收贿、图利以及刑法的伪造文书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串证逃亡、湮灭证据之余，检察官所以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那乌西警察为着要互领牌更较顺势，代办的业者还阁涉嫌和大检厂、监理站联手开无实的车单等等，犯着伪造文书罪。代办的业者等14个人，嘛有7个人互声押，其他的人以3万至10万块交保，是讲警察家己知法犯法、正义的形象，实在拢拍歹去。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解放军伫昨昏阁派出29台的这个军机来扰乱咱台湾的西南空域，这数量是今年第3济。外界认为讲，除了伫介台湾恐吓以外，而且也受一种不可能性，而且伫咧29台当中也出现一台运油机，会当伫半空中替战机来加油。有专家认为讲，这会当增加攻击台湾的时间甲距离。
强军加强侵略力量，立即派出29架军机进入咱西南空域，是今年第3关的纪录。而且国军拄好在屏东展开实弹的操演，强军出动运8电侦机、轰六机、运9通信对抗机，飞入咱西南防空识别区了后，进一步飞往南面的巴士海峡，结果转往咱东南的防空识别区，收集情报意图真明显。另外，这摆大规模的中共军机内底，上受到注意的是运油20机，用执行空中加油、延长战机伫空中的时间。专家警示，这空架延伸强机的打击的距离。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在战争来临的时候呢，中国第2线的战机飞到第1线基地的时候呢，他们在空中持续做加油。那持续做加油，你想想看第2波战机透过空中加油，然后跟第1线的战机就福建沿岸战机一起汇合，这会形成一个很庞大的压力。甲过去强机侵略台湾行为无同款，专家分析，强军这摆采度假处优长时间，可能进行战场经营，执行组合式编队演训，压缩咱空防反应的时间，互咱空军无用伫奔波。那继续对台湾拍消耗战，对国军是相当不利。对此，专家建议国军会使发展无人机来反制。另外，强军的行为也引起美方的重视，美国国务院敦促中国停止胁迫台湾。We're concerned by China's aggressive rhetoric, its increasing pressure and intimidation regarding Taiwan, and will continue, as we've said before, to fly, to sail, and to operate wherever international law allows, and that includes transiting through the Taiwan Strait. 普莱斯讲，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离台海和平稳定对世界有长远的利益。所以讲，美方未来继续伫国际法允许的任何的所在，包含台海在内，展开飞行、航行甲执行任务。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禁止台湾的石斑进口。今仔日行政院长苏贞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和台湾本土的连锁超市做伙举办记者会，表示政府会甲业者合作，推出这处理好势石斑产品，方便民众料理。伫国内通路也会加强来推广。伫台顶甲拄完成的石斑鱼料理翕相，行政院长苏贞昌甲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支持参超市业者共同参加台湾石斑鱼推广记者会，讲到中国暂时禁止台湾石斑进口。苏贞昌表示，希望要有科学证据。我们检验完全合格，希望中国要用科学证据，大家依据国际贸易惯例来作业。中国这种打压也已经不是第一次。前科累累，农委会也会做最好的检验，一定符合安全的标准。苏贞昌也伫现场感谢连锁超市业者，表示伫旧年台湾往来透过业者通路就销了1万吨，这摆搁再甲业者合作，推出处理好势石斑鱼切片等等，方便民众料理、行销石斑鱼。我们就是要在产地把这一个处理好。因为鱼也无好抬，那农委会的工作就是在前端把所有的这些工作都做好，消费者很简单买回去就可以直接来料理。记者郭本长随新北报道。2022台北国际食品展今仔日伫南港展览馆开幕，计共18个国家馆，超过3000个单位来展览。立陶宛农业部的政务处长也亲身带团来参加开幕，讲台湾是立陶宛开发亚洲自由贸易市场的合作谈判。总统蔡英文致辞的时阵，也感谢日本倒买台湾的石斑。台湾甲路特以这个博物馆的距离。拢总8423公里左右，所以阮经85有这个含义伫内底。伫咧立陶宛展览区提出代表台湾甲立陶宛的巧克力豆，台湾贸易商代表讲，旧年即天立陶宛特别关会瞄到台湾，搭设咱进前关翠暗福音，也讲立陶宛即间超过100年的巧克力豆店，这2年的销量加2成外。就算讲中国军机持续扰乱，立陶宛伫咧这1礼拜内，搁较实派2个处长级的访问团来台湾，显示台立友谊坚定。Companies encounter several disturbances and discriminatory actions in the trade with China. We are very grateful for Taiwan for the efforts to help in this complex situation. We're interested in the long-term stable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Taiwan.
立陶宛农业部政务处长吉尔佐蒂斯表示，对推展双边多领域的交流甲合作有高度的意愿。总统蔡英文表示感谢以外，伊也向日本等民主伙伴挺咱的水产表达感谢。福岛的渔产养殖业者说，透过吃民主的鱼来声援台湾，这份全力相挺的情谊让我们很感动。我们也相信，在民主盟友的互助之下，可以克服一切的挑战。经济部也表示，看好台北国际食品展的商机，即全国内已经有1万间的业者登记线顶展览，也已经连续65个国家，要甲全世界做生意，有信心恢复疫情后的经济甲国际交流。记者阿明金郑派文台北报道。加重食酒赛车罪行的酒驾3法，伫今年1月底开始施行。不过，今年1月到3月，有关有73个人因为食酒赛车的事故来死亡。这个酒驾防治协会是搁在呼吁讲，面对着这款一再食酒赛车的罪犯，就要甲因判重刑。警方抓这食酒赛车爱抓搁较严。小客车原本也就大路一直开，也过愈开愈紧，开始对正边一直撇去，最后弄到正边的护栏。开车的查甫人落车了后就赶紧走，互警察找到时阵，也讲是为着要闪野狗。不过伊酒测达0.31毫克，超过标准，互依照公共危险罪函上屏东地检署侦办。警方对郑姓男子实施酒测值高达0.31，显然郑姓男子之说辞并不可取信。台南市警方也在2日透早查到一台违规超线等停的小客车，发现开车的人规身躯臭酒味，酒测值是0.53。伊讲甲朋友庆祝生日啉酒，感觉啉无醉，应该袂超过标准，所以讲家己开车，也载朋友转去。同车有人却不知劝阻，还放心搭乘同车。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8项，酒驾同乘者连坐罚规定，每人开出6000至15000元的罚单。警方表示，这姓齐的查甫人是10年来2摆来啉酒开车的累犯，除了面临相关12万罚款以外，也会予公路主管机关公布姓名相片甲违法的事实。啉酒开车3法，今年初实施以来，1月到5月，一共有15172件。啉酒开车案件比以上。警方取缔是对于遏制酒驾最有利的方式，只要警方取缔的量能提高，酒驾者他们上路的侥幸的心态绝对会减少。台湾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分析，7、8月因为天气真热，民众有啉白酒的习惯，恐惊阁是一波啉酒开车的高峰，呼吁政府此地密度还阁增加。另外，对着防以上的累犯，希望司法会使将当来量刑，较阻止的作用。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土豆的产量是占全国7成左右。云林县政府今年也开放5乡镇，差不多100外所在，会当予农民申请伫咧车路拍土豆。不过有一寡民众可能是嫌了伤过挡路，就把这土豆扫掉。农业处也表示讲，农民若准无申请就去拍土豆，会用处罚；若准有申请，甲人扫掉，这民众也爱食官司哦。现在进入土豆采收期。真侪农民采收土豆后，却找袂到拍场。为了方便农民，温县府提供5乡镇，总共110处的参间道路和产业道路，要农民当作拍土豆场所。但农民需要提早向在地公所登记通过，才当在这道路拍土豆。农民讲，无你即马无路，无所在拍。即马大家吼，所在拢一边仔尔，没有。以前那个三合院有哦吼大埕。你拍土豆的所在吼，咱公所有提供这个三角锥啊，甲这个警示灯吼，啊，请咱各位农民、各位市大吼，大家拢爱确实吼，但咱这个拍土豆的前后吼，一定爱放好警示锥吼。但近期却发生有用路人因为道路被土豆阻挡，就直接将道路的土豆移除。对此，温县府乱处表示，若农民提出要当拍场的农路。那会由公所和警方审查同意，才会合法来使用。希望说，还没有申请的公所哈，尽量辅导农民来规划一些，就是他现在有在晒的农路来帮忙申请。在道路上铺晒的农作物，可能会遭用路人或其他人去恶意的去踢落至路旁或水沟，那该行为涉及到我们刑法的毁损的。警方表示，若经过申请道路的拍场，拢会合法公文。嘛希望农民会当搭咧拍场的明显处，避免争议。但若是农民无申请，就占用路权，
比检举会被开罚1200块到2400块。不过，用路人若是任意破坏遗毒，经过申请下发罚场，将被依回损罪，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记还是15000块以下罚金。记者为您报道。阳明交通大厦环境工程研究所开14年时间，研发出零废弃物循环型的都市农园，住伫都市大楼的民众会当伫家己厝里的露台种菜，也过当饲鸡。利用回收的塑胶干仔，加上饮水用的材料，水就使自动互顶悬的土壤吸收，差不多30天就使种出青菜，而且成本只要1000块。它很轻，好，很轻，好。然后它就可以在家里阳台啊，或是任何地方，好找一个25×25的空间来做，好，然后就可以开始种菜。那这一盆的组合，我们连那个引肥通通帮你准备好，种子也通通帮你准备好，好，拿回去倒下去就可以照着我们讲的就可以种了。除了种菜，团队佫利用空间饲鸡，逐工拢有新鲜的鸡卵通收。还想讲，即马大家来到学校，看到满满的青菜甲鸡卵，感觉真趣味。就是我会拿这些菜跟蛋回家，然后我们家里都觉得就是蛮特别的这样。基本上就是种当季的，好，那当季的蔬菜是最好，而且收成也是最好。好，那其实很多菜都可以种了，哈，什么 A 菜啊、小白菜啊，好。疫情期间，民众拢尽量选择地厝来煮食。阳明交通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开14年研发出这套最循环、零废弃的都市农园，让民众在厝内地当设开心农场，轻松种菜饲鸡。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普利兹新闻摄影奖已经是80年啊！台湾也头一届举办普利兹新闻摄影奖80周年展，138部得奖的作品，对乌病看到彩色，看这社会改变甲变迁，带观众行过这80年来世界上重要的新闻议题，也来思考讲要安怎让咱社会更较和谐、更较进步。画面内底，这个因为去为着新冠病毒不幸过往的印度人，封藏伫房仔顶，用白布包起来，准备要伫个大厅火化。美国总统大选了后，国会大厦头前发生抗议的冲突。阿富汗塔利班夺出政权了后的街仔路，普利兹新闻摄影奖2022年3个上新得奖的作品，伫台湾头一届公开。阿富汗的民众呢，举起了阿富汗的国旗。纪念他们过去的独立，可是旁边的圣战士呢，却虎视眈眈的在看着他们。其实我都在想，那这个记者当下的行为是什么，以及他拍摄完这张照片之后，他做了什么事情？普利兹新闻摄影奖有真重要的意义，透过80周年的展览，见证历史的时刻甲世界的变迁。伫二战的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伫硫磺岛升国旗；越战期间的小伊段的查某囡仔，911恐怖攻击，世界贸易中心受到损伤。海地大地震、香港反送中，也到这3年来的新冠疫情，为乌白看到彩色的，为国族主义到人道主义，再到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它真的就是很多照片，但是每一张你在它前面，都会想要流泪，觉得哇塞，为什么那一年度到了这么多年，我们还是在看类似的场景跟画面，都是灾难。138张得奖的作品，有袂少鼓舞人心的相片，不过回头看。战争带来痛苦，到今也是存在。有人咧思考讲，敢袂当加做一寡代志，互这个世界变更较好。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日历。吉人到新竹对26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3度，澎湖金门马祖对24度到31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